營養品大廠阿培宣布後個月要起價，原幣按數一箱24罐可能會貴50塊至100塊。因為這安培是佇咧營養品這個市場佔要到5成，即馬大公司帶頭恐驚連別個牌子嘛會對咧起價。社區藥局的架仔頂懸有各種的營養補充品，有袂少民眾會緊互厝鄰的時段來食，來補充營養，增加體力。不過，即馬傳出知名營養品大廠阿培公司到月要來起部分產品的價格，互民眾話講實在是記載袂掉。沒辦法，這可能如果是必需品的話，可能還是要買嘛，就忍痛着買嘛。現在又通膨，那每個人的那個收入也沒有什麼增加，就是所以那好像對我們的負擔又再多一點。就摕阿培原味安素罐裝水劑來做例，目前藥局一箱24罐，原本的價格是1,900，後個月開始會起50到100塊。糖分患者使用的普勝蠟、塑膠乾仔的水劑，原本一箱的價格差不多2160塊，嘛要來起100到150塊。藥師講，阿培營養品佇咧國內市佔瓦近要5成，無排除其他品牌買對咧要起。有些會看一下民眾的反應，如果民眾反應轉買其他，就是說沒有廣告的品牌，讓他們銷路增加的話，或許他們會暫時暫緩漲價。可以由營養師來協助入戶到家裡，好，或是個案本身他其實有需要，他可以到醫院去做評估，然後營養師可以幫忙設計屬於他的一個天然膠打的配法。營養師強調，針對偏胃講慣食，還是要吞較困難的時段，會使透過長照3.0，由營養師評估了後，到個案的厝內底協助甲天然的食材加服用，互時大人食，代替純商業的配方，互時大會當兼顧健康食物的原味，也有食的安全。阿培公司是發聲明，講即個是甲賣互線賣通路的物件來調整價格，上後壁線賣價格嘛是由各店面家己去決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